那从教育孩子的这个角度上来讲，等于我的孩子一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性格的话，就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。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培养或者是教育，是不是意義沒有那麼大？所以現在很多那種給孩子上非常多補習班的那種的，在您看來，您怎麼看待這種教育方式？當然教育方式咧就要係取決於咧就係父母同呢個即係仔女嘅關係啦，同埋仔女自己嗰個天分喺邊度咧，係咪？同埋嗰個仔女個性格都好重要嘅。譬如有啲仔女係好接受父母佢安排嘅，咁就父母安排佢學習多幾樣嘢嘅，佢覺得冇問題嘅。咁當然呢啲係好啦，父母可以安排啦。但係有啲仔女咧性格比較反叛啲嘅，反叛啲嘅時候咧，如果父母安排佢太多學習太多嘢嘅時候咧，佢可能咧好反感嘅。所以父母應該了解到呢個仔女嘅性格，去然之後安排佢哋學習嗰個過程，就唔好強迫。最緊要係揾到咧仔女嗰個潛能喺邊一度，然之後咧就加以引導。其實玄學咧都有一個功能，即係話命理學嘅一個功能，就話你可以睇到唔同嘅人，包括唔同嘅兒童，佢哋嘅天分喺邊度，佢嘅潛能喺邊一度。譬如有啲人佢有藝術嘅潛能，有啲人有運動嘅潛能，有啲人有商業嘅潛能，有啲人有可能咧其他嘅潛能。咁譬如話有啲科學嘅潛能，有啲數學好叻嘅咁樣。玄學命理可以計到每一個人，甚至佢係好細個。1歲、2歲、3歲，我哋都可以計到佢咧個天才，佢個潛能喺邊度，可以話俾父母聽。呢一個小孩子佢嘅潛能喺邊度？你作為父母點樣去栽培呢一個小孩子咧？就跟佢個潛能喺邊一方面，你就引導佢潛能出嚟，將佢潛能發揮，將來佢咪將來有成就咯。所以呢個就係我玄學命理學提供嘅服務裏面咧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。